打电话嘞。这样哇，一个想到火锅，有吃医生的，要知道是不是营养均衡的。这不是哪个地方你是那这个，所以这种电话影响力。我们还得打一下，我看。啊？啊，不一样嘞。那个不能。那放我喜欢看，那我这鱼天这个水沟都刮到，连个燕子都没吃过。这帮狗，我也吃过狗的呢。是吧？关键是我这钓到没这个，这个太麻的，所以这个过小日子还没坚持我真的。那种天然没办法了，我拿回嘛也是觉得很硬的，所以差不多干了。我儿子嘛，这么形象的，你啥的，你这个老面帮我这个朋友，我这嘛上给马路边上车呢，我遇到的这样的，我喊你买平常不吃，还吃马路嘛的。那你到时候大概我跟见我啥样出去3个字。对了，看小给我去。你压力大我不晓得。啊，你想你不一样那边的呀？妈的，你想跟他几个去嘛？啊，你想跟他几个去？